像我们现在是学习的就是六度波罗蜜一样，从一开始是从布施开始，然后持戒开始，忍辱开始，然后精进开始，然后经过了精进，然后才是会可以学习那个禅定然后最后才是智慧嘛。那么这些都是有过程的佛陀所讲的一切法，或者是佛教的这些佛法的这个教材，也可以说是佛法的这些课程，每一个都是相当就是六度波罗蜜，当然就是你就是第一个学习是先学智慧，然后再学禅定，这种的做法是不对的。所以就相当就是在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有一种是这个团体的修行的方法，有一个是自己独自自己一个人修持的方法。自从一开始在印度有产生佛法，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在印度也好，在藏地也好，各个地方修持的方法来说呢，就是这两种的修法都是修持方法都是有的。学习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佛法的学习是，那么过去更早的时候呢，当然全部都是独自一个弟子，就是一指一个上师儿，或者是一指多个上师，这样自己学习的。后来呢，就是有佛教的历史上会有了一些这个寺庙的，还有一些那个怎么说呢，那个佛学院等等的这些的历史。那么到现在来说吧，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佛学院，也有很多很多的寺庙。那么现在的时代来说吧，那就是也是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团体的修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但是这里面我们今天可以学到的就是相当就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这个就是日巴夏瓦尔大师说的，如果自己一个人修持，就是要修持佛国。那么如果是两个人也是可以的，就是有善心者，如果是彼此有一个照应的这样的一个两个人修持也是可以。但是三个以上的话，那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嘛。就像在怎么说呢？那个从一个很小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中国也是经常有一句成语嘛，就是一个和尚有水喝还是没有水喝就反正三个和尚没有水喝嘛，对不对？就像这样对。那一个和尚还是一样的有水喝嘛，他自己去挑水嘛。那两个和尚也一样的有水喝嘛，对不对？那三个以上的话，那就很少有水可以喝嘛，对不对？就像这样，但这个是一个实践的成语，但这也是一个相当就是和尚跟佛法自然而然就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用在佛法上面，那么三个和尚为什么没有水喝呢？那就是有彼此一个依赖感，还有就是有一个这当中就是为我自己的一种考虑，相当就是三个人的话，就想他们能够不去做，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执着性。那么在修心闭关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有三个以上的情况下，也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当中就会出现一个我和他的这种执着是放不下来。因为我们修持佛法最重要的学习的一生当中学习佛法，或者是说生生世世到成佛之前，我们学习佛法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放下自我，对吧？放下自我能够可以在如果是两个人一起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是一个山上一个安静的之处，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么彼此可以帮助，也彼此可以就是体谅，然后就是也不会说一定要什么都是好好，就是一定要就是说我一半他一半的这种的想法也是比较少的。那万一如果是有的情况下也是还好，不会太过多的，比较平静的一种。我执呢，就是讲到就是相当就是只有产生50%的一个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状态嘛。那么如果更多的情况下，那就会有一个70%以上的我执，经常都是会产生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我执没有办法降下来的时候呢，那怎么可能会修持得好呢？就是这个是重点。今天我们如果是在
怎么说呢？那么多的经典，无量无数的经典，佛陀怎么说呢？所有的这个教法，我们学习或者是读诵，都背起来也没有用。如果说我们的我执没有降下来的话，那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就是我们修持佛法，最终来说的话，就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获得解脱，获得自己内心的真正的这种清净，要得到这个怎么说呢？平静。那么真正的平静，究竟的平静是什么呢？就是活佛。什么时候才会得到真正的平静？就是从六道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我们什么时候解脱，才是会真正的得到平静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解脱，得到解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要修持佛法。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学很重要，思维很重要，但是修持更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三个不能颠倒。那么学是什么呢？学习不是说是一定要一个人学到佛陀所有的经典，就像一个佛学院里面的课程一样，全部都要念到，没有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在世间人的生活一样，那么有些人就是达到博士、硕士，也是在世间的生活是普普通通的。那有些人只有一门技术，就在一生当中过得也是非常舒适的，都有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并不代表说所有的东西都学了你就会马上解脱，并不代表这样。但是甚至没有在好好的就是经过门师修持的过程，怎么说呢？如理如法的这种方式来经过的情况下，那就反而有的时候就会造业，或者是有严重的犯严重的罪过。就像很多法官也是贪污，到最后就是进牢一样的道理。那么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法官贪污了然后进牢的？有没有？一定有的嘛，对不对？那就是领导贪污了进牢的有没有？那也一定有嘛。那些领导跟那些法官，他们懂不懂法律啊？而且他们害不害怕法律？当然害怕，因为很懂，所以就特别谨慎。但是他们特别懂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又贪心就有那么的大，所以就贪心压不过去他的知识的时候呢，那就是也是去贪污的时候，到最后就导致去进牢的。所以这样，如果是没有经过前面的基础，只是学习知识，那么有些在那些怎么说呢？佛教的历史，也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有很多佛教的学者，那么最后走的时候变成那种鬼的这种故事，魔鬼的故事也是特别多的。原因是什么呢？知识是很多，知识很多的时候呢，到最后就是在学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没有去修持的情况下，会对所有的东西都是会产生一种疑惑，然后就产生疑惑，加上呢就是自己认为所知道自己所知道的这个才是最正确的、最对的，所以就是对什么样子的理论跟对什么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那种道理都是不低头的，所以一切都是自己是最大最厉害，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上司与上司之间，比如说我的上司才是什么什么，你的上司不怎么样那种，或者是教派有教派之间那么就是在这些学者之间，剥开到最后就是在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当中来说到，有的时候那你可能是佛陀是应该是不注意说出来的，或者是说漏了，或者是等等这种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那种不可以有的那种很多的那种杂念，或者是很多的这种歪理都会出现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能够真正的在对佛法升起一个亲近的信心是很难的，所以因此导致能够可以在下三恶道的这种因，所以就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就是修持佛法是要如理如法的修持是最为重要的。
Somandaya tangje zikura nya Dane nipa dana pangje ji Shega nanje valon trubaya Zubun chole ndrokan druvaya